今年3月是嘉义梅山的指定花季，今年因为雨水较少，花期嘛延前咯。不过这花依然是开甲真水。当地观光业者表示讲，目前主文买旅游兼休店的人客已经排队5-6个月去啊。嘉义县梅山的水里川，毋但是茶米的产区，嘛是出名的赏花圣地。每当3月，水里的指定花开啊，都吸引真侪民众来吃。第一次来的，对，然后特别的这边的山特别的高，空气又好又很美，这样子，非常的很喜欢。看了之后到这里心情又很好，对啊。你如果有人潮，大家来看瑞里地区这个茶产业，他如果住在民宿，我看每一个民宿业者都很有在推广我们茶这一区块，因为如果没有游客，其实你也没有人潮，你也不会带动茶产业。水里举办花季活动已经4-5档啊，每当这个季节，这个观光甲在地业者嘛对着指定花开花兴旺起来。在地业者表示，指定花的花期有3礼拜，刷来还有花金菇通看。我们民宿目前假日都客满，而且那个是沿未到那个萤火虫季5-6月份都是客满的那个状况哈，是非常有帮助的。社区表示，今年初山顶较寒，佮加上无落雨，指定花开甲比旧年较济嘛较水。嘉义县文管局讲，配合指定花开花这段时间，嘛有一寡活动，希望会当吸引民众的参与，增加水里地区的观光发展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